好多屋企大門正對一條長直大路，看似出入方便，殊不知呢條直路就如同一支鐵槍，直直刺入屋內。風水入面叫做路衝槍煞，最傷屋內連像老人家，輕則日日頭暈腳軟行動，容易學胖跌傷，重則毫無預警，突發心臟腦血管急症。好多人住10幾年都唔知長者反覆病痛，根源就係門前條直路。今日陳伯同各位老友講一句掏心實話，我做風水57年，走遍兩港、港澳、東南亞，單親自處理過大門路衝傷及長者嘅個案就有成100幾10單。有人及時挑戰門前佈局擺放化煞物件之後，屋內長者半年之內身體平穩，少咗無數磕碰同急症驚險。亦有好多街坊唔當一回事，覺得只係普通馬路，任由煞氣常年直衝家宅，最後長者反覆入院，耗盡積蓄，仲要捱病痛折磨。今日唔講心非星術語，唔買任何昂貴風水法器，淨係結神我親自上門勘察過嘅街坊真實經歷，完整拆解路衝煞分輕重3個等級，每一等級對長者身體、全家財運、日常起居帶來個損耗，仲有由低成本到穩重型全套，唔使拆改門窗嘅化解方法，門前總值屏風隔斷5帝錢，銅葫蘆泰山石8卦鏡，使用規則同禁忌逐樣講透。屋企有父母、祖父母同住，或者自己退休獨居兩老同住，大門對直路、丁字路嘅老友，一字一句都要聽入腦，唔好等到長者發生意外先至追悔莫及。先同大家講4年前，我去肇慶市會幫67歲嘅榮伯上門睇自建房嘅往事。榮伯同老伴兩老自住一間3層村屋，屋企大門剛好對住村口，一條直通鎮中心個長直柏油路，屬於標準重型路，衝煞車流，日夜不斷直衝門口。榮伯老伴李姨當時65歲，平時身體看似硬朗，卻成日無緣無故腳軟陷倒，行過門口走廊時總會頭暈眼花。每年春秋兩季必會心悸胸悶，2年之內3次突發血壓急升送院急診。屋企每個月醫藥開支壓到兩老喘唔過氣。榮伯一開始以為只係老人家年紀大技能衰退，四處買補品，定期做體檢，花費幾萬蚊，都只能夠暫時舒緩，根本解唔到根源。後尾經隔廉村老友介紹專程請我上門勘察，我行到門前一望就明白問題所在。長直大路毫無遮擋，直衝大門，車輛行駛帶動嘅急速毒氣，日夜撞入全屋氣口。老人家氣血虛弱，抵擋唔住常年衝擊，先至反覆出現跌傷心血管急症。我同榮伯講4樣必須同步操作嘅化解手段。第一，門前空地種一排發雜高身灌木，形成天然屏障，減緩直衝氣流。第二，門嗰底下埋一套完整5帝錢，吸收路面衝煞。第三，大門門框上方掛一隻開口銅葫蘆，葫蘆口朝外對住大路。第四，客廳入門位置擺一塊小型泰山石穩住屋內地基氣場。全部操作唔需要拆改大門，唔需要動牆體，幾日之內就可以完成。榮伯半信半疑，堅老伴常年受病痛折磨，只好跟住我講嘅步驟逐一調醒。總直灌木埋5帝錢，掛銅葫蘆，安放泰山石，一齊做好唔夠2個月。李姨行動不再容易腳軟磕碰，早晚散步頭暈，情況大幅減少。當年秋冬再冇出現血壓突發急升送院嘅情況，每月醫藥相關支出直接減少7成。兩老夜晚睡眠亦變得安穩。同榮伯同村嘅68歲強伯，同樣大門對直路衝門，堅持唔信路衝會影響身體，覺得種灌木擺法器多此一舉，只係拉一塊薄門簾遮擋。住滿1年，強伯自己落樓梯時無端跌傷膝蓋臥床2個月，佢老伴仲突發腦供血不足暈倒屋企，幸得仔女及時返屋企送醫，前後治療復健，使10幾萬積蓄。
等到見到榮伯夫婦身體明顯好轉，先至肯跟住全套化解方法調整，連續調理大半年，屋內先至少咗各種意外病痛。呢兩件事我同無數有長輩嘅街坊講過，怒衝殺從來唔係無稽之談，急速怒氣直衝門戶。年輕人氣血旺盛，尚且會時常心煩，存唔到積蓄。體虛長者長年承受重擊，哭碰急症只會越來越頻繁。而家我先分清怒衝殺輕重3個等級，每一等級搭配真實街坊個案，講清對長者帶來嘅具體傷害，再對應匹配化解方案。第一級輕微怒衝，門前直路距離屋企30米以上，路面窄，車流量稀少，每日只有少量車輛經過，衝殺力度偏弱，主要影響長者情緒，容易心煩、失眠、四肢輕微酸軟，偶爾行路冚到。前年中山小欖63歲嘅蘭姨租住成交一樓單位，門前一條細直巷路，距離大門30幾米，每日只有幾輛電單車經過。蘭姨獨居養老，夜夜失眠淺睡，出門買菜經常唔小心撞到牆角，碰到石頭，輕微擦碰不斷。我教佢只用2樣低成本化解物件，門墊底放5帝錢掛件，大門內則掛一層長款珠簾，緊緩直衝氣流。調整之後，乃以睡眠變得安穩，出門亦唔再頻繁磕碰。受小傷第2級中度怒衝，直路距離門口10至30米，馬路寬泛，每日車流中等，多為鄉村主幹道、小區內直行車道。呢一級殺氣最普遍，對長者心臟血壓影響最明顯，容易無端頭暈、胸口翳悶，行路腳步浮軟，隨時有跌傷風險。上年佛山南海65歲嘅丙叔，自住村屋門前20米，有一條雙向直行鄉道，每日貨車、私家車往來不斷。丙叔本身血壓偏高，未化解之前每個月至少1-2次血壓飆升，行門前空地總會頭重腳輕，仲試過踩滑跌傷手肘。我建議佢門前種一排冬青發葉樹，門框掛銅葫蘆，客廳沙發背後擺小型泰山石，3重緩衝殺氣，調理3個月，血壓波動明顯減少，行路亦穩健好多。第3級重靜怒衝，亦都係傷長者最嚴重嘅格局。大門正對丁字路盡頭直路，距離不足10米，路面寬，車流量極大，日夜貨車、大巴高速穿行，急速殺氣毫無緩衝，直撞入屋，古直稱為唱殺鐵門。主屋內長者易發生骨折，嚴重跌傷，突發心腦急症，嚴重者會有長期慢性病滋生。前年東莞虎門70歲嘅福伯，單位大門剛好係丁字路盡頭，馬路離門口只係6米，日夜車輛高速直衝。福伯同老伴同住1年之內，老伴2次在家門口跌斷骨頭，福伯自己深夜突發心梗送院搶救，耗盡大半即哭。我上門勘察之後，建議佢門前起半米高實心矮圍牆做人工明堂，牆邊種墨跡熱綠植，門上掛凸面八卦鏡，照外埋5帝錢。客廳對門位置擺一對銅麒麟頭焦大佬，多重屏障阻隔重。實調整之後2年時間，兩老再冇出現嚴重跌傷同突發急症，日常血壓、心臟情況穩定好多。講完3級怒衝殺對長者嘅危害同對應個案，接下來同各位老友分4類，講晒全套落地化解方法，由低成本簡易款到穩重型全方位化解，全部唔需要拆改門窗，唔會損壞屋，與租屋自建房都適合。第一類低成本室內緩衝化解，適合輕微怒衝，唔方便門外種植或者起圍牆嘅老友。第一，門內掛長款密珠珠簾，珠簾能夠打散直而入嘅急速氣流，令氣場迂迴柔和，唔好使用細梳短簾，阻隔效果大打折扣。第二，門或底下鋪鑊，放5帝錢銅幣同5行屬金，可以泄露衝火毒殺氣，吸走路面帶來嘅雜氣。第三，大門內則擺放編入盆栽，金錢樹萬年青最佳入片，圓潤能夠柔和衝殺，
千祈唔好擺帶刺仙人掌龍骨，反而加重是非氣場。第二類，門外天然屏障化解，適合自建房。門前有私人空地嘅老友，係所有化解方法入面效果最溫和持久。第一，門前左右兩側種高辛辣接常綠灌木，樹高至少超過門頭一半，形成天然氣場，緩衝牆打散直衝怒氣。唔好種枯樹細尖葉碎。第二，門前空地鋪設弧形石徑，唔好直路直通大門，令外來氣流轉換再入屋，減少直衝力度。第三，門前擺放圓形石墩、大型圓形花槽，圓屬陽能夠化解尖直槍煞。第三類專屬化煞，法器搭配適合中度重型路衝，每樣物件都有明確擺放規則，唔好亂擺引發反效果。第一，銅葫蘆，選8至12公分厚黃銅壺，爐紅正好掛門框上方，葫蘆口朝外對住，大爐中空可放入少量粗鹽吸煞，每3個月更換一次粗鹽，吸收過重煞氣，出現雕跡就要更換新葫蘆。第二，泰山石，揀外形方正圓潤嘅天然泰山石，擺放門內側左右兩邊，石頭抿腦朝外，鎮住直衝地基毒氣。細佬衝用小型石頭釘置重煞，配對大型泰山石第3、5帝錢，掛件門底下平放1寸5帝錢，或者掛門把手朝外，金氣中和路從火煞。第四，凸面八卦鏡，只適合重型丁字路衝，掛門為正中，鏡面朝外，千祈唔好對住隔鄰大門窗戶，否則會將煞氣反射俾鄰居，引發長期鄰居口舌手分輕微路衝。千祈唔好隨便掛八卦鏡，過度反射反而擾亂自身家宅氣場。第四類，全方位多重化解組合，專門針對丁字路重型槍煞。門外矮牆吉刮接樹，門內珠簾冇帝錢門尾，銅壺尾刻，聽泰山石同步搭配，多重層次打散，吸收阻隔直衝煞氣。最大行動過保護屋內長者。跟住重點講4大路衝化解，常見禁忌，好多老友亂擺法器，反而加重長者不適。第一，唔好將八卦鏡同葫蘆個掛門內，對住屋企客廳床位，會將路面煞氣所入屋內，直接衝擊長者休息位置。第二，門前唔好種單枝細高尖葉樹，尖繞再加直路衝門，等於雙重尖煞，加重長者頭痛跌打損傷。第三，化解法器唔好堆放雜物遮擋，銅葫蘆、泰山石、5帝錢，周圍要保持乾光亮雜物，遮擋會完全失去化煞效力個。第四，唔好只靠單一勢，小法器化解重型丁字路衝，單一銅葫蘆1寸5帝錢只能夠緩和輕微，衝煞重煞一定要搭配實體屏障先有效果。最後同各位老友講透風水底層道理。點解路衝煞專門傷害屋內老人家？風水入面大門係全屋立氣口，如人嘅口鼻，平和彎曲嘅道路會帶來緩和新旺氣，而長直大路車流急速，氣流直衝毫無轉折，形成公祿槍煞。年輕人氣血充足，短期只會感覺心煩存唔住錢，而老人家五臟機能衰退，元氣虛弱，常年被急速毒氣持續衝擊，氣血運行受阻，四肢容易麻木軟弱，行路自然磕碰跌傷，心臟血管長期受煞氣擾亂，就容易毫無預警突發急症。好多人將長者跌傷、血壓不穩歸咎於年紀大，忽略屋宅格局帶來個長期氣場影響。同時亦要提醒各位老友，所有擺設種植法器只係調和外在氣場，想要長者身體長久安康，仲要配合日常居家習慣，屋企每日保持全屋通風光亮，大門唔好長期敞開，任由怒氣直入，閒時關閉門簾門衝，屋內雜物及時清理，唔好堆積門前阻礙陽氣。老人家少動怒少有思，3餐規律作息充足即善和睦，先至能夠先照顧自身元氣抵擋外界煞氣侵擾。唔好單純依賴化煞物件，忽略日常養生同神聖修養。今日專門針對屋企，
有退休長者大門對直路精字路嘅老友，完整拆解路衝槍殺3個等級對長者哭碰急症嘅實際影響。多個街坊真實居住個案，仲分4類，由評價到全方位全套化解手段，連同4大擺放禁忌一並講透，無半句虛言空話，唔推銷任何高價法器。所有化解材料，華人雜貨鋪網店都能夠輕易入手，成本低廉，操作簡單，自建放出租屋、高層公寓全部即用。無論而家屋內長者已經出現時常跌傷、血壓心悸，定係暫時身體平穩，只要門前有直路衝門，都可以跟住今日講嘅方法超成佈局，提前阻隔殺氣，避免日後長者突發病痛、意外磕碰耗損積蓄同身體。如果唔分得清自家門前路衝屬輕定重，唔知選邊種化解方法合適，隨時拍攝門前道路、大門格局照片留言，講清楚屋企有幾多位長者同住，我得閒會逐單拆解回覆。中意呢條片記得點讚收藏，轉發俾身邊有父母同住準備買村屋公寓嘅親戚老友。好多人買屋只睇交通方便，忽略門前路衝格局。入住之後長者一粒發受病痛、意外折磨，轉發出去可以幫身邊老友避開傷身凶局。關注陳百談風水，持續分享長者居家養老陽宅、刑煞化解、買屋簡陋避坑各類接地氣實，用風水門道。記住，大門對直路從來唔係細微格局問題，長年累月嘅槍殺衝擊，最先拖累提虛長者，輕則日日磕碰擦傷，重則突發急症入院。及早做好門前門內化解佈局，阻隔急速怒氣，先可以守得住屋內長者平安健康安穩，度過退休歲月。千祈唔好心存悲憤，覺得只係一條普通馬路唔會影響身體，等到長者發生嚴重意外先至醒悟，為時已晚。